如果我哋能夠有一顆同人比較嘅心，我覺得我哋嘅生活可能會過得舒服啲，壓力會少啲。咁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可以信有明天。晴朗陰天，早晨晚安。商業電台67年，一直同你講真嗰句。繼續傍晚新聞專輯。美伊談判前景未明之際，獲伊朗支持嘅也門胡塞武裝向紅海一艘貨船發動空襲，最少6人死亡。美軍同日亦都喺阿曼灣開火，攻擊試圖駛往伊朗嘅貨輪。美國總統特朗普證實，上個月喺土耳其出席聯合約峰會之後，回國時一度轉坐軍機，據報係為咗避免伊朗暗殺。呢張留喺紅海曼德海峽遇襲嘅貨船係哈馬號，由埃及擁有，懸掛沙特阿國旗。也門交通部話，佢當地星期二喺面向紅海嘅摩加港已有運送食物期間，被胡塞武裝發射3枚彈道導彈引發大火。也門當局嘗試營救船員嘅時候，再被胡塞武裝空襲，事件造成最少6人死亡，10人受傷。死者包括4個嚟自巴基斯坦同印尼嘅船員，仲有2個也門救援人員。係美伊戰事爆發以嚟，胡塞武裝嘅襲擊第一次造成人員死亡。胡塞武裝就話喺曼德海峽襲擊咗一艘載有沙特阿拉伯軍事裝備嘅運輸船，冇透露到隻船嘅名。另一邊廂，美軍就繼續封鎖伊朗港口。中央司令部話，一艘懸掛巴拿馬國旗嘅貨輪星期二試圖穿越阿曼灣前往伊朗港口，喺無視多次警告之後，海軍派一架 MH-60直升機向貨輪嘅機房發射2枚地獄火導彈，導致貨輪轉向裝置失效，停止航行，未知有冇船員傷亡。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新任秘書雷澤伊話，如果美國唔改變行為並接受伊朗開出嘅條件，包括結束區內所有戰事，